有撇步，头一步，咱就爱看伊的目睭，因为咱讲吼，目睭是灵魂之汤，所以伊袂甲咱讲白贼。所以你即摆看到鱼仔的目睭，你甲问讲，你有青无？什么啦？鱼仔袂甲你讲话啦。你爱看迄鱼仔目睭有金啊，还是螺？吼，金的鱼仔较青，若准螺的，迄就是有白内障。哦，是白来椒。第二项吼，咱来看迄鱼仔，迄喙壳遐甲背互开，吼，啊你甲看，迄是红的，迄就表示讲伊的血压有正常。嘿，哎呦，啊若准白路的，迄欠血，咱千万唔通买，食咧无健康。唔是啦，迄款鱼仔较无青啦。即摆吼，第三项吼，咱都爱看讲迄只鱼仔敢有咧喘气。哎呦，伊若准真活跳，迄真好。啊，若准讲吼，伊无咧喘气，咱都爱甲做 CPR。咱第掠来讲，喙对喙唔免啦。你是来骗钱的哦？唔是，我掠准讲我今日是来比赛，敢若不对吼。我今日是要来坐遐啦。你是平信呐？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好处讲了真好，演戏吼一流的，连喙我唔捌咧讲啥话，我听讲你精通点出听讲流目油啊。我学到啊，拄则名字吼是伫咧讲慢才，因为家己讲家己吐槽。